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53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9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9。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1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1。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5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45。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3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3。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6。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7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27。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6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6。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3號、26號、27號、41號、45號、49號，而特別號碼係46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張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去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嘅。咁節目